大家好，歡迎收睇5月29日天文台嘅黃昏天氣節目。我係郭於婷。受到一道低壓槽嘅影響，今日天氣都比較唔穩定啊。喺衛星雲圖，我哋見到同低壓槽相關嘅一道廣闊雲帶，今日係覆蓋住整個華南地區。而喺雷達圖像亦都顯示，相關嘅一啲雷雨區今日持續影響住珠江口一帶。本港方面，截至到下午4點半，好多地方嘅雨量都已經係超過20毫米，而新界北部更加係錄得超過40毫米嘅雨量㗎。喺多雲同埋有驟雨嘅情況底下，今日各區嘅最高氣温都只係升到去大概27至到30度。我哋預計呢一道低壓槽會喺聽日移入南海北部，不過我哋仍然都會有幾陣嘅驟雨。而喺嚟緊呢一兩日，一股達到強風程度嘅偏東氣流會影響住廣東沿岸嘅。所以我哋今晚同埋聽日嘅詳細天氣預測會係大致多雲有驟雨，初時雨勢有時頗大，同埋有幾陣狂風雷暴。聽日驟雨會減少，而氣温呢就介乎24至到28度。風方面係吹和緩至清勁嘅東風，聽日離岸同埋高地間中會吹強風㗎。至於之後落嚟嘅天氣，我哋一齊睇下電腦預報圖啊。去到下個禮拜初，我哋預計一股西南氣流會影響住華南沿岸地區，到時天氣會變得比較炎熱，亦都有幾陣嘅驟雨。翻返嚟香港嘅天氣展望，我哋預計星期六亦即係端午節係會有一兩陣驟雨，但係風勢都比較大㗎。我哋去到下個禮拜初會部分時間有陽光，天氣炎熱，亦都有幾陣嘅驟雨。咁今日嘅天氣就講到呢一度，祝大家有個愉快嘅晚上，我哋下次見。